一寡商业保险已经对袂着时代，亲像规定讲爱单院才会当理赔癌症的保单哦。健保署暗算讲，这个月底会找金管会来参详，除了检讨这个保单，嘛望讲互健保佮商业保险的资讯会当互通，所以来要求保险业者嘛应该爱落价，拍算会先找一两间保险业者合作来试办。国内医疗水准一直进步，大部分癌症治疗亲像标靶药物，用伫门诊等用者或者是用住的免大院。部分商业保险也都无理赔，可能互袂少病人无法负担遮尔悬的救命药的费用。即马健保署按算这个月底下个月初，找金管会讨论商保保健保的政策。这个商业保险的部分的话，保单种类也非常的多，那如何在这些保单的里面的内容去做一些检讨，让它更合乎民众的需要。健保署表示，目前差不多有70%个人有商业保险，按过民众若要得到商保理赔，往往爱收集真济单据，亲像护士、护费行政成本也悬。不过，国内健保已经实施真久，初步想法是互民众健保卡用记录所买保险，测试健保卡了后，用显示倒一寡疾病用理赔这保险细节。不过，保险业者也要互民众保费汇率的优惠。注记上面也可以看到商保的资讯，其实也会增加医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资讯与权利落差的问题，让民众更难以知道说医生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处置，到底是基于对他的疾病治疗的最佳建议，还是基于说其他的原因。健保署表示，目前保险业者拄到的困境分作两大类，一种是专门针对癌症的短期保险，一年一保费用较悬，相对理赔金额也较悬，不过有大病投保的问题。另外一种是长期险，不过10年、20年了后，业者无预期医疗进步这么多，所以除了原来保单以外，新设计保单如何搁进一步，也拢是算落去爱讨论的重点。按算先找一两间来合作，看是不是用安尼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